盗贼就是那个诺亚女孩啊！正面硬拼的话，100%会背。还是想想别的招吧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天气还行啊！来，你快过来。水果，新鲜的水果，快来看看新鲜的水果哎！他使用炎能，就在与他接触的一瞬间，确实有炎能的反应警报。你玩了什么把戏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包还在，但刚才的警报反应……你碰瓷儿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人碰瓷儿啊！侍卫快来啊！这有人闹事儿啊！怎么办？惹上侍卫可就麻烦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还了你人情啊！薛老，这狗还挺机灵的，以后就跟我混了。我说你还是做些老实营生吧，不然迟早会被兽卫抓走。切，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后会无期。恐怕就是这个东西，把那个诺亚少女引来的。那你丢了它试试？原来是这小子调包的快递，灵，抓住他！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？居然一丈两法，真小看他！我们有任务定位，不会跟丢。